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安社区大学普渡汉语习俗林创办讲师何德强。咱即摆翻头过来讲，即个咱用台湾普渡话来读诗词，也是即个文章，读久自然你就感觉即个 melody 就会出来。而且若用即个咱的台湾普渡话来读诗的时，你会感觉伊迄个韵在海音谐音啦，比如讲咱即摆用即首诗来讲，杜秋良的《金缕衣》，以即个韵下字来做一个例，款款木色金缕衣。款款色处少年时，花开堪折直须折，木台无花空折枝。这个是用北京语来读的是，韵卡字，所谓韵卡字就是红色的这三字，用北京语读就是衣、食、甲之，衣、食、甲之，这。伫北京语讲完全都是无共款的，但是用咱的普渡话来读的是衣、食、之，这就是亚共韵上平四字韵，所以恁读起来，迄个韵就会较顺，就是较会海音，你感觉会谐音，